今日咧，我哋就講一下，好多人咧就出現咗一個謬誤，就係大年初一轉生肖。咁呢個係錯誤嘅噃。正常嚟講咧，就一定係立春之後先至轉生肖㗎。例如咧，2026年立春係凌晨，即係朝頭早4點01分。咁4點01分之前嘅出生嘅咧，依然係屬蛇嘅噃。要4點01分之後先至係屬馬嘅。呢個要記住喎。一般立春嚟講咧，就係2月3號到5號之間。咁當然啦，大部分都會喺2月4號嘅。咁過咗立春嘅時間節點咧，先至係新嘅一年開始，而唔係大年初一嘅噃。咁有時大年初一好似2025年咧，大年初一會喺立春之前。咁有啲時間咧，大年初一咧又喺立春之後。咁呢個咧就會出現一啲誤差啦。所以有時自己嘅生肖咧，好多人咧都會搞錯嘅，特別係出生於呢個立春之前嘅朋友，呢個咧就係謹記啦吓。有機會再教大家更多嘅知識點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